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立新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东方姨大家今日老爱你同下来做运动，今日同下做运动，也位是我们运动医学中心的物理治疗师林正刚，也位是我们运动医学中心健康管理师高景荣。大家准备好吗？你开始来做暖身运动。暖身运动呢，昨天我们的身体贵肾为血液循环会比较好，用身体是会好暖，做运动就比较不会受伤。准备好吗？你开始来做运动咯。好，一开始呢，我们可以两只脚拉你的肩头去平一样宽哈，然后这时候呢，两只手并按你的肚脐顺头。我们要先做一个运动是腹式呼吸。因为腹式呼吸来讲哈，做运动配合我们的腹式呼吸，这样好容易出力，而且比较不会舒爽哈。开始呢，来吸气，从鼻孔把气吸进去，吐气的时候肚时出力，顶我们的手，用嘴巴吐出来。搞了一遍哦，吸，吐气。肚时会出力，把我们两只手顶出来哈。好，来吸气，鼻孔吸。好，吐气，肚时出力。你过来做500哦哈，来吸。好，吐气。好，够吸。好，吐气。够吸气。好，吐气。记得吸气的时候，肩头不要耸肩哈。来吸，吐气。最后一次哦，吸，吐气。好，腹式呼吸走台。第二个动作，来两只手，并安尼绕啊。好，一样，两只脚与肩同宽。好，我们要做右脚往后勾的动作。好，再来左脚往后勾。好，在做勾脚的动作，身体有气气哦，不可以弯腰驼背。好，来，我们预备连续做哦，开始。对，很好，左脚。好，右脚往后踢。嘿，你走在轻量吼，如果你的脚掌啊，走在踢到你的食物时动吼。如果你要踢到食物的时候，我记得身体不可以晃动哈。如果好气不稳的来讲哈，你是没踢按够，嘿，很好哦。好，再来，好，动作可以慢慢的，可以加快哈。嘿，前脚、左脚、前脚、左脚、前脚，嘿，很好。来停，然后动作来讲哈，我们做完之后，你的身体有没有感到有点热热的感觉？还有是动后哈，因为我们身体要开始做运动了哈。那接下来呢，骨盘没有做运动，好，所以我们把两只手并按你骨盘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嘿，往右，再来画一圈，按你食物画一圈到左边，再回到正中央。好，过来走一遍哦。好，来吸气。吐气往右边，好，转一圈，嘿，再回到正中央，很好，勾了一遍了，来吸，吐气，整片画一圈，好，再回到正中央，勾了一遍了，来吸，吐气画一圈，嘿，都走偏，再回来，好，我们勾来走300哦，来吸，吐气画一圈，转来，好，再来吸。画一圈回来，很好，勾100哦。再画一圈回来 ，OK， 好，勾了你认同我们的膝盖，好，手并啊背拿起头，然后呢，起头走顺时钟，发 can 哈。好，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也是一样哈，起头是不会痛的。好，假使你走会痛呢，是莫哭暗带，你走得气好起头哈。好，来画圈圈。很好，好，这个做完之后，最后我们配合呼吸，
来做一个画大圈的动作哈。来，两只手卡起来。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画一大圈。嘿，搁平下来，搁来一边吸。吐气，手平下来。好，搁来一次哦，吸。吐气，画一圈下来，很好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再放下来。好，刚刚这些5个动作做完，你身体有没有动念？这就是我们的暖身运动。准备好吗？你准备来做运动咯。大家好，头先呢做好暖身运动，接下来你手来做运动咯。今天的运动呢，我们要活动的是肩头，好，走动到谁，无论是天谁啊，或者是家事来讲，我们的肩头都花了很多的那个力气在做哈，所以今天手来教大家，用把来放松我们的肩头，好，让它活动度可以更好，唔会受伤哈。准备好吗？听等下一定要强下来做运动哦哈。首先呢，你是两只手轻轻的靠在我们的肩头上面哈，然后呢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你的手掌尽量往前。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以手掌哈像画圆圈一样，慢慢呢把胸部打开，然后画一圈回来，转来回到原来的位置。好，你过来走一遍哦，来吸，吐气，慢慢的画一大圈，很好，go回来。好，那假使说你的肩头的活动度更好的话，哈，你是不是像景龙老师一样哈？你的手掌可以靠在一起，我们再画一次哈。来，吸气，吐气，手掌靠在一起，然后画一大圈，画一台 can， go 转来。好，记得做拉运动的时候，身体一定要起长哦，肚时没有脚力起长长哈。我们走在弯腰驼背哦，而且走运动的时候，身体不要晃动。好，来做一次，再做一次哦。来吸，吐气，发 can。好，go回来。好，再一次吸，吐气，画圈圈。go 转来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倒过来的哈。来，吸气，吐气呢，先向下，再向前面转来。好，再一次吸，吐气 ，go 5 can。好，来再一次哦，吸，吐气，倒转来5 can 哈。尽量用肩膀的力量把我们画一个圈圈。好，最后一次哦，吸气。吐气，go 5 can 转来，好，把我们的手放下来，肩头轻松一下。好，停一下动作，我们要做的是让你的肘属锵锵呢，面点那肚实。为什么要面点肚实呢？因为等一下做运动的时候，肚实要有力。那我们的左手呢，面点肚实，让你提醒是说，肚实会出力的哦。好，那吸气。吐气，整熟，慢慢的向前，对，画一张台 can， go 转来，很好，再画一圈哈。那假使讲你的肩膀活动度没有这么好呢，你是否在画好谁 can 对哦？好，我等一下会示范哦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呢，莫画台 can，画好谁 can 对哦，一样可以哈，再回来。好，因为早在听的我们的曾刚老师走运动，他可以画的比较细看一点哈。来吸，吐气，整熟向头前，快看，go 转来。好，我们连续过来走3摆哦。好，吸，吐气，快看，很好，go 过来。好，过来一遍哦，吸，吐气。肚实的脚力咯，唔记得做熟哦。好，第3次吸，吐气，go 5 can。好，第4摆哦，吸，吐气，go 5 can。慢慢的，go 转来。好，第5摆哦，来吸，吐气，肚实的脚力咯，身体要挺直。
好，手放下来。我们现在来玩走偏哈，然后把我们的走熟，不用安尼读时，好，用走熟来发看哈。来吸气，吐气，发看。嘿，再回来，好，搞到一边哦，吸气，吐气，走熟先顺气，我用后摆，对，我慢慢的转来，好，放轻松。假使你走慢台哈，是走在听点我们曾刚老师的动作，其实走好谁看到了哈，而且做这运动的时候你也看到不会痛哦。好，好，来，我走一遍，吸气，吐气。对，很好，给我发开。好，再来一次哦，吸，吐气。好，肚子够力咯。好，我们做5遍哦。好，1，好，来停一看，2，好，我们过来第3看哦，来吸气，很好，好，过来第4遍。4，哦，很好很好，个加油啊哈！停5遍，好，肚子会出力咯，脚轻轻，好，放轻松。Enter 现在是从前面往后，你压下是从后面往前哈，那也是一样，把我们的走熟表来你肚脐头前哈，然后整熟开始走人头，然后吸气，吐气从后摆。对，再往前，很好，过来一边哦，吸 ，and 吐气，很好，反过来，好，我们来吸口气，吐气，过来一边，好，过来，好，现在往走熟，瞄你肚脐，往走熟往后哈，来吸气，吐气转来，好，再一次哦，吸。哎，吐气转来，过一遍吸气，回来，肚子脚轻哦，我们过来走3遍，好吸，对，过变下来，好2，过吐气，好来第3遍3，很好，过变下来，好，我们这个运动呢，对我们的肩胛骨呢，可以走动抬的一个活动度哈，只不过呢，如果走不动就画小圈一点哈。那接下来呢，改少的运动呢，你有准备一张毛巾哈，一条毛巾，重复看面盘手轻好稍微冲一点的面盘来走毛巾操哈。用慢走嘞，首先呢，绕毛巾，不用你背弄后背。好，整熟赖点毛巾，然后整熟自然下垂。然后你的走熟呢，根据你的状况，是你的背弄，稍微赖点毛巾哈，然后吸气，吐气整熟出力，顺气往上拉，好，然后拉你的走熟赖上来，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你走熟出力，绕整熟往下拉，好，可你走的赖个冲，好，如果说你赖到按轻轻赖唔听同时听那样。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整熟出力，顺气，然后把我们的左手往上拉，嘿，赖切切，好，那整熟的出力咯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我慢慢的变下来，左手出力，把右手往下拉。好，赖到轻轻的位置就停在那边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把手变下来，然后往走熟，哈，把毛巾往到走熟，然后绕过头那后背，自然的下垂，好，然后你整熟呢，一样哈，找一个适当的位置呢，是赖啊毛巾绕给赖轻轻，然后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整熟出力。把我们的右手往上拉，往上拉哈，轻动拉切。好，来在这边停留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整熟出力，
拉你的走熟轻量往后拉，往后拉。然后在这边一样赖到 hands 停等一样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够走熟出力，把我们的整熟往上拉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整熟，把走熟往下拉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放轻松。好，这几个运动呢，子夫卡做来讲的话，是走在放松我们的肩膀，让我们的肩膀活动更好。还有你走时是会很顺利哦，今天的认同就到这里了，长了聊哦，再见。